今次聖事主題為五餅二魚。馬可福音第6章35至42節。天已經晚了，他的門徒們來到耶穌面前，說：這是個荒僻的地方，而且天已經晚了，請遣散大家，好讓他們到周圍的田舍和村莊去，為自己買些東西吃。但耶穌回答他們，說：你們給他們吃的吧。門徒們說：要我們去買200個銀幣的餅給他們吃嗎？耶穌問他們：你們有多少餅呢？去看看。他們察看後，就說：有5個，還有2條魚。耶穌吩咐他們，叫眾人一組一組地坐在青草地上。眾人就一群一群地坐了下來，有的100人，有的50人。耶穌拿起這5個餅和2條魚，抬頭望天，祝福了，然後把餅擺開，不斷遞給他的門徒們，讓他們分給眾人。他把2條魚也分給大家，大家都吃了，並且吃飽了。